新开始来关心台南的检方侦办台盐绿能供电弊案，有约谈34个人，尾也是向法院声押证台盐绿能的董事长陈启玉等5个人，也有6个人是交保，其他人是请回。台南的地方法院开机押定开7点半钟，伫今仔日透早4点半是裁定驳回。陈启玉等5个人当场放人，啊若检方不服，会当提出控告。检调侦办台盐绿能弊案，大动作搜查台盐甲子公司台盐绿能，传回34人定性。幸好针对台盐绿能前董事长陈启玉甲2名台的高层，也有2名包商负责人，向法院申请羁押。均涉犯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1项第2、第3款特别背信罪嫌及刑法第214条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。犯嫌重大，且有逃亡、灭证及串供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检方调查，前台盐绿能董事长陈启玉涉嫌受贿前台盐绿能总经理苏坤宏，将台南7股真侪台盐土地用证券的介绍交予荒废甲调用土地开发，利用公田和互保款项，用台盐绿能公司甲相关外包业务签约。佮用违约赔偿者名义，将台盐绿能的钱赔予外包公司，相关的手法金流，拢爱个调查清楚。公司营运一切正常，本公司已于去年和今年主动将资料移送检调，将配合厘清案情。检察认为，陈启玉等5人涉特别背信等罪嫌，而且有串证的可能，申请羁押禁见。台湾地院从尾仔开始开羁押庭。这经过7点半钟时间的审问，伫今日透早4点30分，全部裁定驳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